發掘城中名人，揭露投資秘訣。King Sir 會客室。来到我们今天5月12號的一線金融網 King Sir 會客室的時間。今天在直播室裏面有我明正以及徐陽為大家主持，同時電話線上有我們今天嘉賓主持葉錦強 King Sir。Hello King Sir。Hello King Sir。你好啊。Hello King Sir。今天我們為大家邀請到一位嘉賓朋友，將會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未來整體樓市方面的投資策略。最近我們看到一手二手方面呢都做得不錯啊，甚至現在目前整體的交投量呢都讓市場方面覺得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趨向。來到年終的時段了，到底整體投資方向會是如何呢？電話線上呢將會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的嘉賓朋友跟大家一起來進行專業的分享，有我們的 Bricks and Mortar Management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有我們今天的王振宇先生。Hello Eric，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Hello Eric，Hello King Sir，Hello 兩位。你好，即係我知道咧 ，Eric 咧就精通環球投資噶吓，尤其物業方面啦吓，對全球即係個經濟環境佈局咧，其實都有獨特嘅即係睇法嘅吓。咁今次咧請到Eric 同各位聽眾就想佢講講咧，就其實今天咧，即係喺個亂世之下咧嘅投資策略啊。嗱，講講香港先啦。咁啱早幾日咧就政府公布咧，就首季經濟咧增長預計會有5.9%，其實都幾亮麗嘅嚇。而喺金融市場方面咧，其實目前咧亦都有40%嘅資金咧係來自歐美嘅機構投資者。咁而樓市方面咧，亦都又唔錯喎，有上年嘅即係谷底，去年嘅谷底咧就回升啦，開始嚇，即係一步步啦，其實都升到差唔多成10%由谷底嚟睇，咁形勢都幾好啊！但係我知道咧，即係你咧對樓市方面咧就比較保守啲嘅，甚至可能叫悲觀啦。但現在嚟講個形勢轉咗，你會對樓市有新嘅睇法咧？其實咧就舊年我都喺唔同嘅場合都講過啦。舊年個市彈上去嘅好大一個動力就係因為環球資金忽然間湧入香港股市買港，導致個拆息由5厘幾跌到接近0啊！咁一個好大嘅一個對樓市嘅一個亢奮嘅一個動力嚟嘅。咁問題呢個咁嘅低息環境能唔能夠持續咧？同埋特別係而家呢個因為打仗高通脹嗰個環境之下咧，會唔會周圍啲央行要開始加翻息咧？呢個會對未來嗰個樓市嘅走向會幾大嘅一個影響咯。咁除咗即係息口之外咧，其實睇翻個實際而家香港情況咧，其實你見到就好多國內嘅即係好多資金啦有學生啦，又高才通嚟，即係其實完全係幾路人馬嚟撐即係香港樓市啊！當然香港人就可能仲係比較保守啲，但係喺即係國內嘅一啲嘅資金其實都好即係進取入市。咁你認為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樓市仲其實係咪已經見咗底，定係你覺得係而家只不過一個即係一個回升之後有機會再插翻水咧？其實呢啲資金咧當然係好飄忽，好難長線咁樣睇得到，究竟係今日嚟聽日走，定係係會咁樣泵人嚟咧？咁呢個其實係好難預測嘅一樣嘢，所以我亦都唔係嗰方面做任何嘅判斷啦。只可以咁樣講啦，而家喺呢個環球呢個政經局勢之下咧，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睇得到佢會繼續放鬆自己國內嘅資金可以流去海外包括香港在內。咁當然啦，有啲各種香港人才嘅嗰啲嘅計劃，導致一小部分嘅資金能夠嚟到呢度。但係咧喺呢啲咁嘅新嘅需求之下咧，你要睇睇供應嗰方面係咪多過新嚟嘅嗰啲需求。咁供應咧，你如果睇翻未來3至4年咧，係應該會係過去幾年嘅倍數咁多嚟緊，特別係公營。你如果睇翻譬如話公營房屋包括居屋同埋公屋啦，成個2002年好低供應以來，大概一年係16000個單位度，但係未來3至4年咧，每年會係32000個單位，每年咁樣出嚟。咁喺咁嘅情況下，你究竟要幾多個高才、幾多個專才、幾多個大陸真係放到出嚟俾香港買嘅嗰啲資金能夠消化呢啲咁嘅供應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大嘅。但係呢個係一個譬如話你公營房可能真係最主要係照顧香港市民啦。但係如果你譬如話
內地資金啊，或者係香港一啲嘅即係嚟到香港嘅一啲學生啊、高材生，其實對佢哋都係咪租樓好買樓好，即係集中起一啲嘅私樓咯。其實會唔會係兩個唔同嘅市場，而即係你香港人住公營房屋買唔起就住公營房屋，但係如果譬如佢哋有資金嚟香港嘅，繼續買樓嘅都會係繼續撐起個樓價咧。其實成個樓市係互相係影響嘅。你如果話外來嘅人係買私樓嘅話，咁當然啦，咁大部分嘅嗰個公營房屋可以話係其實係居屋嚟嘅。咁嗰啲本買私樓嘅人，佢就買公營房屋咯。所以其實唔能夠話佢哋係完全冇影響咯。明白。咁啊，即係樓市暫時嚟講都叫做係即係復甦啦。其實而家嚟講，其實都喺市場都幾旺下嘅。但係工商鋪另外咧，亦都係有成交多咗嘅，但係問題好似都係未能夠即係回穩啊！就尤其係即係鋪位方面啦。你點睇咧？工商鋪未來個情況？未來一個情況其實係唔可以我諗大部分人淨係以微觀角度去睇個市。我如果即係推薦大家多啲睇下宏觀啲。宏觀嘅意思即係要環球嘅嗰個局勢嚟睇，因為淨係睇本地嗰啲因素咧，可能真係幾靚仔，但係咧係大氣候影響小氣候嗰陣時咧，就根本上好難即係掹得翻嘅。咁點樣睇咧？其實個大氣候而家最大問題咧，就係當然啦，就係個供應鏈斷啦，導致一個幾大嘅成本上升。咧仲有就係嗰個越嚟越多嘅嗰個政經下咧，政經環境之下咧，好多國家要急腳咧，要將啲儲備嗰啲嘢增加啦，或者將自己本嚟應該出口嘅產品淨係限制喺內銷啦。隨住呢個打仗導致各種各樣嘅嗰啲短缺會出現。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咧，都係要睇通脹呢樣嘢。通脹有兩種角度啦。第一個角度當然導致央行叫做加息啦，因為央行嘅第一個目標係制止通脹啊嘛。另外一個咧就產生個滯脹，即係話就算經濟本嚟增長4%嘅，點知通脹升到5%，咁咪有個滯脹咯。咁嗰陣時就係本嚟好似好好嘅經濟，忽然間就變得唔係咁好咯。但係你覺得滯脹出現嘅機會大唔大咧？未來係非常之難。美國會滯脹我諗歐洲日本嗰啲靠好多好高入口能源，甚至係靠好多嘅出口去賺錢嘅嗰啲經濟體系咧。咁呢個亦都包括咗其實係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嘅。咁呢啲國家咧嗰個入口嘅嗰個通脹會更加嚴峻。所以令到佢哋嗰個消費力咧，亦都會減退。所以點解咧？未來一段時間消費又好，寫字樓亦好，甚至係一般消費型嘅住宅亦好，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點樣有足夠嘅錢去投資喺房地產上邊咯。嗱，你頭先講過話，即係好大機會啦，即係美國有好大機會，即係未來1-2年內啦，出現滯脹啦。咁當然啦，嗰個利息嘅走向咧，亦都係某程度上影響即係本地嘅樓市啦，因為大家有聯繫匯率個息口，大家都有好相連嘅關係嘅。咁聯儲局主席就將會喺5月份換人啦，Kevin Warsh 就會上場啦。咁但係喺而家就見到啦，其實啱上個月嘅數據咧，其實美國嘅通脹其實都係因為即係美伊戰爭啦，或者油價飆升啦，影響到嗰個即係通脹都上升嘅。你估計？即係係啦，就未來嚟緊啦，即係可能下半年啦，甚至2027年啦，你覺得美息個走向係點咧？幾乎肯定係升㗎啦。你如果睇翻即係加息，個利率會升。個期貨市場應該話俾你知，喺出兵打伊朗之前咧，個市場預計未來1年會減25點嘅。而家咧已經係去到加5點。咁呢個而家呢個情況係未去到嗰啲真正會短缺嗰啲嘢係真係 hit 到通脹指數嗰啲經濟層面，而
而家仲係一個大家估下嘅層面。好多機會咧，大家嘅甚至期貨嘅預算都係少咗，即係低估咗個通脹嘅壓力啊。所以基本上好大機會係5個點子嘅加幅，可能係幾十個點子甚至更多。咁你認為就係話即係通脹上升，所以美國咧有機會，即係聯儲局有機會即係加息嚟壓抑通脹，定係話會減息嚟刺激經濟咧？即係你嗰點睇咧未來？嗱，加息有兩個角度嘅，一個就短息，一個就長息。係短息當然係聯儲局控制到㗎啦。咁就算佢減息嘅話，都制止唔到長息會繼續升嘅，因為我哋而家進入一個時代咧，就係全世界嘅政府都已經大抬高築而家連美國政府都借到接近40萬億，即係一之內就升咗幾萬億。咁嘅情況下，你估呢個世界有冇足夠嘅胃口去吸納每年萬億嘅新嘅債去即係做一個投資咧？喺咁嘅情況下，基本上所有嘅長債都會抽到非常之不得了。而家連美國長債30年嗰啲債都去到5厘邊啦。德國過去一年咧都升咗接近40-50點至50幾點，即係已經亦都接近3啦。日本債亦都係好快就升咗上2%-3%嗰啲咁嘅位。所以未來局勢咧係一定會持續嘅，因為冇可能睇到啲政府忽然間唔使錢，忽然間去一個緊縮政策嘅，所以咧長債又升，短債又跌唔到，咁嘅情況下，基本上整條孳息曲線，即係所有人喺邊一個長短嘅時間長短上去借錢咧，都會受到更大嘅嗰個利息衝擊。明白。咁即係講翻即係有啲朋友可能買緊啲美股啦，因為都港股就飛下呢排嚇。咁道瓊指數咧，其實都收市咧，其實都接近5萬點啦，都幾好嘅，氣勢如虹嘅咁樣。但係問題咧，另外一邊廂咧，令到巴郡咧，佢而家持有嘅現金咧已經突破咗即係紀錄啦，有成接近4000億嘅美元啦，即係好似等緊啲機會喎。但係都真係有分析指就即係美股好快將會有機會即係爆煲。咁你點睇呢個即係情況咧？我唔同意呢個爆煲論，因為咧始終係而家係如果你以打仗角度去睇嘅話咧，全世界最多資金會走去匿嘅地方咧就係美股啦。因為係美債都已經唔可靠嘅情況下，債市係喺股市嘅幾倍嘅一個規模嘅話咧，淨係少少嘅債券嗰啲嘅資金投入股市咧，已經升到都唔認得。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千祈係沽債買股同埋沽歐日債啦，買美唔係沽歐日嘅資產買美國資產係一個主流。明白。咁但係問題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有機會滯脹咧，亦都係美國嘅加息啦。而加息嚟講，都相對嚟講會對個即係嗰個股市會有影響。咁但係問題佢就即係你覺得係其實係咪短期內已經見咗頂咧，定係話仲有一升咧？美股短期可能有啲就算未來譬如話忽然間伊朗打翻仗，佢可能短期挫一挫落去，嗰啲係反而係買美股嘅機會。但係要小心唔好買啲 AI 嗰啲已經推到上嘅嗰啲咁嘅板塊，因為咧打仗嘅話，可能第一個俾人炸嘅就係嗰啲 data center，咁嗰陣時你就死啦。買啲資源為主嘅嗰啲板塊咧，會非常非常安全因為打仗嘅話咧，個個都需要嘅就係油煤金鐵銅食物各種各樣嘅嘢，嗰啲板塊咧未來會繼續我哋非常睇好。明白。咁亦都講另外一樣即係好 hit 嘅一個投資工具啦，就黃金啦。自從即係創新高之後啦，5400蚊，5400美元一盎司之後咧，咁就因為就美伊開戰之後咧，咁就隨住個情況就一路回落到4400蚊嘅美元啦一盎司咁而家翻去就係有4700啦。咁你認為而家其實咧嗰個黃金價格咧，其實係已經係一個
即係接近高位啊，定係個大牛市而家先開始咧？係而家咧係基本上黃金喺度嘗試係破一個幾長時間嘅一個阻力位嘅。咁未來正經形勢咧，我係睇好佢會有機會破到啊！基本上破到未來幾多3個月到啦，3至6個月咧，能夠長線咁樣穿咗5100啊，或者係4嗰啲咁嘅位持續落去咧，好快7000都可再望嘅。OK， 好的，今天非常謝謝 Eric 跟我們進行這一期的分享啊，當中一些的建議呢，大家也可以參考整體的一個投資方面的分析，來進行相關的部署。Thank you，King Sir，Thank you，Eric，我們下次再見，拜拜。